对你生活态度要用到各种的能源。我不论係燒酒、鹽、也燒炭，都就用出嚟專業，所以很難顯現再生能源的重要性。這禮拜人窮下來關心些再生能源，有唔退。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楊義奎，歡迎收看呢個禮拜社會史 camp。社會史 camp 新一季嘅節目，老王擺下冇窮咗，條擺係熱沙相互比較，你啊大家係隻團隊。你看到本組兩邊，兩位嘅係智囊團，兩位係專門負責回答問題，所以大家發揮團隊合作嘅精神。來看第一隻題目對哪隻國家？地球從台灣出發開始轉動。來到法國。來，第一個題目。日頭粗形貼樹嘅樹誒，做得老物嘅變做天日咧，天風，天二日頭，第三雨水。有沒有概念？好。三位小孩先出示答案，我們看智囊團。為什麼選二？你先講。因為其實那邊不太清楚，然後再加上它上面類似葉片的那個東西，類似，感覺有點像是太陽能板，感覺。OK。軍火商呢？因為那樣子看起來沒有很像可以用風給它吹着跑，讓它有電力的東西。但是看起來沒有太陽啊。沒有，可是早上吸收太陽光，然後下午然後晚上的時候再發光。風會通過葉片，然後把電力從那個枝幹流到底部，底部好像有一個類似儲存的地方。你剛才急着要舉牌子，我沒有看清楚你想舉的答案是多少？我舉3。你舉3啊？哦，怎麼收集雨水？就感覺它流下來會流到葉片裡面，然後可能會有一些衝力。然後可能就可以發電。太好了，所以第一題這個團隊3個答案都有。你們覺得誰的比較有說服力？小組討論一下，給你們5秒鐘。我們要不要信一下茉莉的？不太可能是風哎，我覺得因為看起來不像風，我覺得有可能風力發電的構造。其實我覺得蠻來，我們聽聽軍火商講的，只有他獨排眾議，為什麼不像風？因為風力發電的構造都有那個可以讓，就是風吹過去，讓它可以轉動的地方。受風面積。可以轉啊，我可以指一個地方啊，我可以去那邊指。當然可以啊，你要站這個位置也可以啊。不是，我不要等我不要等位置，因為感覺這個地方很像就是轉的那個軸。因為我不太確定是風還是陽光。就這個嗎？來，3秒、2秒，請出示答案。看你。第一題，他們選擇的是風。係咪正經係風力發電？來看解答。解答是。來，我們先請軍火商，恭喜你們第一個燈，請亮燈。我們來看第2張照片，就會知道你們剛才有一點點懷疑的地方，其實很簡單就可以看出它為什麼是風力發電，有沒有？做葉片類似。剛才軍火商講說，它沒有受風面積，因為它很小，看不清楚。你把它放大。它像一個貝殼的形狀，你有沒有看到？有一個洞，那個凹槽。然後它是可以轉的吧？它那個感覺起來是在轉啊，所以看不清楚。我正要講，你太厲害了。這個是靜止的，旁邊就是受風的時候它在轉動，然後就跟它解釋的一樣，那個轉動產生動能之後，它就可以收集在下面的裝置裡面。下一張照片更清楚，跟傳統風力發電的比較。你們有看過這種風力發電機嗎？在台灣，比方說我們客家莊的苗栗，然後很多地方風場比較好的地方，就會有這樣。那個傳統的缺點就是那個動物可能會飛過去，然後會打死，然後也很吵，然後沒有風的時候就很難發動。所以要很強的風場，才能驅動這麼大的一個風扇。傳統的話，它的葉片比較大，那多少都會收集比較多的風。那這個它收集比較少的風，它比較可以在比較都市的地方，不需要那麼大風場的地方。你有沒有發現，這個風扇其實它是有方向性的？
它只能朝一边而已。它当然是调查过，比方说这个方向的风是比较大，长时间会有风力发电的电力来源，因为风持续的。可是万一风向转变的时候，季对节啊，季风那些的。新型的这种虽然装置比较小，它360度吧。它就没有风力发电方向的限制。每个方向都可以收集风。对，因为它那个是螺旋会转的，好不好？来，听一下题目，你这种就叫希望片刻去看。有人看过这张照片吗？比特币哎呦，军火商知道什么是比特币吗？就是在网络上面的虚拟货币。虚拟货币，那它跟今天的问题有哪一些相关性？我们先看是哪一个国家跟它所在的位置有很显著的关系。我们来看一下。来，从台湾出发 ，TQ 给力，这是哪里呢？冰岛，冰岛位在哪里？北欧那边。对，北欧哦哈，记得相对的位置在北欧。我们来看题目。俩黑马该懂行运题目，谁看得出来这是什么？挖矿机。你什么都知道哎！军火商。就是透过这一些类似终端处理器的电脑，透过非常精密复杂的运算去找到比特币。那我们刚才有几个资讯哈，我们知道地方在哪里？冰岛。然后有这个是非常高档、看起来非常复杂的挖矿机。那我们马上来看今天的题目。冰岛比特币工厂度嘅天哦，係意思乜嘢來運轉呢？第一，天熱；第二，熱頭黏；第三，保修保護。玉米是生质能，也是一种能源。太棒了！来，我们先听听智囊团，我觉得是玉米。你觉得是玉米？冰岛是一个盛产玉米的国家吗？感觉不是哎。感觉不是哎哈。先请出示你们的答案，总是有一些根据。因为冰岛是在北欧那个地方，然后冰岛那边还有很多火山，然后火山就会有火山才会地热发电，所以我觉得是一。有什么你不知道？思伟觉得军火商讲的有道理的，请举手。你自己不觉得自己有道理吗？好，手放下。所以你们这一题有异议吗？有一致的答案了吗？我觉得是一。我觉得是对。都觉得是一。好，来3秒钟，我们请茉莉请亮牌。好。这一题你们的答案都是一，对不对？请解答。恭喜！来，好不容易亮灯手，请亮灯。2个题目答对2题喽。来看下一张照片，我觉得不用我解释了，军火商可以解释。军火商这是什么？一个温泉，火山下面温泉。对，他讲到关键字，我补充一下，这个是地底火山。你虽然没有看到火山，这地表的不是火山，它在地底下有火山。那火山会有热源，所以你看它的水蒸气就是那个热源。虽然冰岛很冷，可是你看它透过那个热气，然后热能就可以转换成电能。台湾也有地热，你们知道吗？知道。台湾其实地形跟冰岛某种方面是有一点类似，因为我们也有火山，我们有很多火山。台湾的地热有人去过吗？有，上一次我有去北投。对，有一个还有地热谷，对不对？你有煮那个蛋吗？没有。你没有煮那个蛋？我只有看。为什么比特币公司或是要挖矿的这些公司，它选择在冰岛设立厂？因为电脑它在运作的时候一定会产生大量的热。那在台湾或者在其他国家，他们就会去开冷气让电脑降温。可是因为在冰岛，他们的条件本来就是天气就是比较冷的，所以他们就不太需要再多花那个钱去用那个能源，然后让整个电脑去降温。那如果电脑结冰怎么办？那冻住了。不会结冰，因为它会持续发热，它是不能停的，因为它一直在运作。它就是全年365天都在运作这样。来，谢谢你的解释。那详细实际的做法，我们请 Newstalk 来进一步解说。很用的机啊，就爱去冰岛呢。不，因为经营比特币工厂欠了钱嘅唔係機器設備，咩唔係人力成本。係天咯，熱空使用嘅天料，冰島100%嘅天啊，都係意思再生能源。故所攞其他國家比起來，
天料是真便宜的哦。我比特币有用到按多天嘿。不，超过全世界160个国家一年的用天量哦。哇塞，感觉好像可以成立一个比特币国哎。不，本岛没有居民开始反对比特币工厂哦。第一，钱聊天；第二，安尼没办法分本岛人抽验的机会啊。错啊，都是天脑底给做事，根本不需要员工嘛。本岛人赚没钱，钱都被中国的比特币公司赚走了。你都小姐小到很强哦，你當到去參加美國政府舉辦嘅酒行，我總去參加酒行，我拿貨嘅喏。有當然，當到去參快鐵戰車黨嘅冷錢，將你嘅金屬拿嚟做武器，我戰爭我用到嘅金屬是拆鐵刀，還係拿咗。所以美國政府是想到家家戶戶都有嘅金屬貨嘅。貴車小姐能設計武漢貨嘅，是為國家宣傳一件事情。演出業務下，主盤用嘅加拉火，天數貴價，打讓兩重陣，老友收報告。我並沒大家小姐都鬼面笑容，從兩個阿妹看起來是一番咯。因為成日嘅主盤用嘅加拉火，所以不能拿去準作戰爭嘅機器咧。阿妹哦！也會係美國紐約嘅一個倉庫，2大包貨嘅就250噸，基本係一場貨嘅山。最尾貨嘅本送嘅貨路之後，效果變咗一袋一袋鐵磚啦，個加工之後就變咗各種武器。所以講貨嘅變武器，真嘅意外小。我還希望買寶哥，天倫時候不要再去互相傷害。哇！恭喜你们百发百中哎！马上来看今天第3个题目，从台湾出发，亚黑到欧洲，刚才从冰岛现在来到奥地利。哦，马个题目又请 Newstalk。一隻粗形貼書嘅日頭年版，前強嘅素材喺哪呢？第一，日頭吉他佢就開到吉他；第二，日頭喺哪佢就列到哪；第三，日講嘅嘢佢就開到嘅嘢。哇哦！相較前2題，這一題還蠻有挑戰性的。請出示答案。來，成為一個茉莉。為什麼是太陽多大打？因為我覺得它有點像孔雀背後的翅膀，我覺得比較不可能是傘，月亮都能打斷，我覺得不太可能。那太陽在哪轉到哪，我不太確定，可是直覺就是1。那2位為什麼不選2呢？魚竿。因為他剛才講了，你看他那裡也有一部分的影子啊，那不是說太陽多大打都開嗎？你說的是這一塊太陽能板上的影子，就是這個遮住了陽光，所以並不是說太陽多大就打多開啊。哦，所以照理來說，這個時候不用那麼開，還可以再變成這個樣子，對不對？就不會擋到它，反而讓這一片也能夠吸收到陽光。太陽多大打多開，其實我覺得那根本沒啥差，因為你如果太陽不大，但是你一樣打到全開，那你吸收還是會比打半開還要多啊。Mr. A，
我觉得最不可能其实是一，最不可能反而是一。因为他说太阳多大打多开，可是他这个没办法变小和变大，他这个只能收掉一点点。对，他可以这样不是吗？哦，因为你看它的叶片不是在同一个平面的，它就像是一个扇子的开合。你还是觉得不是一？不是，我觉得你觉得是？我觉得是二。2，茉莉就有点尴尬了。3个人答案都跟你不一样。你们听了彼此的看法之后啊，有没有觉得谁的解释最合理？你啊。所以你们有一致的答案了吗？别忘了你们已经答对2题喽。2。军火商，请出示答案。答案是2，请看解答。对，来，于安，帮我们亮第3个灯，恭喜你们。你刚才有讲到一个重点，但是你忽略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太阳能板它所追求的，像你讲的，我就一直打最开就好了，我无时无刻都吸取最大的太阳能。但是太阳能板有一个关键，就是它打很大很开的时候啊，它会受到另外一种能源的影响。怎么受风的影响？你稍微想一下。因为它如果打开的话，面积当然就相对变大。那面积变大的话，风的阻力就对它来说就变大了，反而容易让这个设备受伤，受伤就是坏掉。我们看下一张照片，它设计的原理是这样子，上面的是太阳，有没有看到？不同时间有没有？对，不同时间太阳。到了晚上，最后一题我们骗你的，说什么有月光，怎么可能吸取月光嘛？他就不用怕会有外力的破坏。来，最后一次就是你的机会喽！我想按那个全雷打，茉莉，好不好？看你准备好了？关起来。最后一题哦，最后一题哦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请看到哪个国家？西岸，什么西岸？以色列。以色列。其实我们要去的地方，在地图上看不到它的名字，因为它在联合国并不承认为一个国家，是巴勒斯坦，它是一个自治区政府。然后它在以色列的旁边，可是它跟以色列已经有超过60年所谓的以巴冲突，他们打仗打了很久。然后纵使巴勒斯坦跟以色列处在敌对的状态，问题是巴勒斯坦有很多能源都要从以色列输送过去。那今天的题目就跟这个有关，我们一起来看，相信你。木嘅洞王其實拍攝嘅相嘅有乜嘅作用呢？第一，讓上游變做天；第二，讓尿變做水；第三，讓汁變做瓦斯。哦。我刚才讲哈，巴勒斯坦这边是巴勒斯坦，他们有很多资源是要以色列给他们的。中间这个白色的都有答案了，是不是？来，没关系，智囊团，请先出示答案。一，噔，军火商会有不一样的答案。比较直白的问，你有看过一堆尿吗？有。你有看过这个颜色的尿吗？黄色桶子里面好像类似石油的东西。石油？然后那个白色箱子后面有个管子，不知道。我在看那个管子，我是看了那个管子，想说会不会滴东西到那个桶尿成水，就是它地上好像有水痕还是什么？那是，所以你还是坚持它是尿？我觉得啊，我不确定。他们如果有石油的话，为什么不把石油卖掉？可以赚很多钱。对，很好的问题。还是需要电的。你如果说厨余的话，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饭菜啊、骨头之类的东西，那不可能到时候还那么平滑，那么平顺啊。它到时候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固态的东西啊。下面那个是管子。你说这边啊？比较颜色比较深的呢？这个吗？不确定。给你们5秒钟，你们要有一致的答案。随便，好，就是一好。人都是的。我们请妮妮出示这一组的答案。错，不要怪，不要错。答案是1，把石油变成电。请看解答。不然全雷打的。
我们从照片来看，这个角度，厨余桶。哦。而且很重要的是，这里讲的厨余啊，不是只有我们吃完剩的东西，甚至连在这边豢养动物的粪便，就像我们讲的堆肥，有没有？它就会有，你知道堆肥会产生什么吗？沼气。所以它也是可以变成是瓦斯。哦，哇，这个设备。那实际的运作的过程跟方式，我们请 Newstalk 解答。哇，除了这，粪便也能变成燃料啊！不，错啊！其实它是用厌氧发酵法嘅原理，把废弃物和水伫地外发，将个转换做天然气。也有啦，煮饭嘿。不，做得咯！发酵槽当日倾倒做得废水6公升嘅汁，也是15公升动物嘅屎。大约做得陪一个家庭煮3點鐘嘅飯咯。做嘛愛先到呀？用一條內桶咯。呢個計劃係歐盟同以色列嘅一個皮瑞士和平中心合作，一方面想要推廣再生能源，另外一方面咪希望打幫呢個計劃帶動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嘅和平咯。韓國暗用煮飯。菜天然就唔是辛苦小丑咧。不，係啊，小丑、小沙灘會產生大量嘅廢氣。就世界衛生組織統計，全世界有430萬嘅民眾因為一種家庭空氣污染，殺了不平，是的。不，一種起火煮飯要做得解決廢氣物嘅問題，還做得保護人類嘅空氣咯。節目的節目地圖，因為大家少解咧再生能源，乜講做再生能源，所以經產生啊用唔係睇能源，其中呢人力是其中一種，因為大家少解種主權意識係做玩地球嘅東西，佢透過一年人力處理之後，會變做係天然，產生天然，專門變做地圖嘅天賦是咪講起來？所以今回四隻題目總共有3隻係正確回答嘅，也就是講日間嘢而接就處罰。對啱嘅啫，結果係準火山，佢魔法盾那度，佢冇玩地球，其他嘅時候打殺都有這隻。以上是你2禮拜節目內容，非常感謝大家嘅收看，還有精彩內容，下個禮拜6我們的7點半記得準時收聽。社會是天賦，拜拜。比賽開始，看誰的玩地球最亮。來嘍！看我，真的我有一點慢下來了。妮妮的很強啊！为什么我手这么酸呢？还是这么……妮妮的很亮哎。